自2023年8月1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箴言第9章第19、18节。智慧有起处，才七起石条。有台精生，调好酒，搁办桌。伊找女婢出去，伫城内上悬的所在宣布：恁来食我的饼，啉我调和的酒。恁放杀无知，就得到性命，嘛着行光明的路。究竟爱甲人藐视的，本身会受凌辱；谴责歹人，家己处见笑。毋通谴责爱甲人藐视的，因为伊会怨恨你；谴责有智慧的人，伊会听你。教导有智慧的人，伊会愈有智慧；教示义人，伊会加添学问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捌迄位至圣者就是聪明。因为靠我，你的日子会增加，你的年岁嘛会加添。你若有智慧，智慧会互你有利益。你若爱甲人藐视，受损的是你家己。戆的查某人讲话大细声，伊戆得毋捌半项。伊坐伫家己的门口，坐伫城内上悬的所在，叫过路的人，叫赶紧得经过的人，讲戆得的人拢活来遮。伊甲无知的人讲：头痒的水较甜，头食的饼较有滋味。毋过，愚戆的人毋知，伫伊遐有阴魂，伊的人客伫阴府上深的所在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。伫箴言第9章，智慧受语言化，做一位自爱搁慷慨的女主人。伫采7支条仔的大经厝，摆设宴席，准备美酒，供应丰富的美食。智慧搁差派女婢出去，伫城内的上悬的所在话讲：恁来食我的饼，啉我调和的酒。恁放杀无知，就得到性命，嘛着行光明的路。佳肴甲美酒象征生命和喜乐。人伫享受佳肴和美酒，内心无比满足。经文讲到，即间大厝体有7支条仔，7伫圣经代表完全的数字，这表明智慧的家亲像一座完美的殿堂，会当互人得到饱足。有恩典的热坎，既若入去的人，拢会当得到事事如意。另外，有一位愚蠢的妇人人，伊和智慧的妇人人成做强烈的对比。愚蠢的妇人人坐伫家己的门口，和城内上悬的所在宣扬，态度轻佻。无知搁无铁讲，头痒的水较甜，头食的饼较有滋味。智慧和愚蠢拢伫城内的上悬所在发出呼声，两人的呼声正类似，总是内容无共。愚蠢像一个宣扬无知的妇人人，甲智慧妇人人提及的截然无共。
就导致无共的结果。智慧带予人性命，若是愚蠢，予人行往死亡。箴言的作者讲：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捌迄位至圣的上帝就是聪明。邀请人做出明智的选择。智慧负责人的言说，亲像丰盛的宝库，提醒人爱明白家己的有限，珍惜上主的拣选和赏赐。人若有单纯天真的心，愿意尊重智慧的教导，就会成做智慧的人。当人愿意虚心受教，无骄傲自大，就拥有智慧，得到利益的也会是家己。记得细汉的时，有一年故乡举行建造大拜拜，全庄差不多家家户户拢拆门房落来，架伫大门口，门房顶面摆满各种祭拜神明的祭物。我记得长当时，阮阿嬷也一大早起来煮青草，无形中也无袂记交代阮即阵囡仔，毋通对别人拜拜，也是食厝边的祭物。每当厝边来邀请阮去食遐个祭物，阿嬷嘛会讲，阮兜嘛有菜来互阮请，因为阿嬷考虑周全，准备满桌的青草，厝边就无人硬要叫阮去食祭拜过的食物，甚至有个人留落来啉食几喙阿嬷准备的食物。阿嬷慷慨表达宴请厝边的诚意，也教导阮毋通对咧拜偶像做出愚昧的代志。身处无共宗教文化的环境中，阿嬷的智慧教导阮安怎过圣洁的生活，常时甲人为善，也表现基督信仰之道。我的家庭并无富裕，总是阿嬷的智慧，互我感受到阮亲像大户的家庭。默想，我是智慧的人是无？智慧甲愚蠢的人上大的差别，在于有一对愿意聆听、接受指正的耳仔。我是毋是常常警醒聆听智慧的呼唤？伫生活中，我选择响应智慧的言说，还是去食愚蠢的言说？我是智慧的人是无？智慧甲愚蠢的人上大的差别，在于有一对愿意聆听、接受指正的耳仔。我是毋是常常警醒聆听智慧的呼唤？伫生活中，我选择响应智慧的言说，还是去食愚蠢的言说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求你互我会听的耳仔，愿意受教的心，互我接受智慧的劝告，帮助我听见智慧的呼唤，了解领受灵粮的重要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